维吾尔族教育协会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团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讨论东突厥斯坦问题。在维吾尔文化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上，主要讨论了东突厥斯坦的相关问题，并就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交换了意见。一名中国官员因同情维吾尔人而惩罚。据报道，喀什地委员委会沙车县委员书记王永志因不认同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的做法，并曾下令释放超过7000名集中营被关押者，而被当局以涉嫌受贿问罪。王永志曾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建立容纳2万人的集中营。后来，该县经济出现衰退，他考虑经济问题，释放了7000名被关押者。在马来西亚，约有1000名中国公民因互联网欺诈被逮捕。根据移民管理局社交媒体账户上发表的一份声明，雪兰莪州赛城的近7名中国公民被拘留，理由是他们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欺诈团伙。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指责中国政府对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抗议者进行了严厉干预。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提出的题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法案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全力支持。该法案旨在支持香港的自治，他主张在香港和美国之间建立特殊的贸易关系，并对暴力干预民主运动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欧洲人权法院判处匈牙利赔偿2.8万欧元，因为匈牙利当局曾将2名申请庇护的非法移民遣返塞尔维亚。欧洲人权法院宣布了由2名孟加拉国公民提起的诉讼决定。2名孟加拉国公民于2015年9月15日在匈牙利与塞尔维亚边境的过境区申请庇护，但3周后被匈牙利当局拒绝。法院裁定匈牙利将2名寻求庇护者送回塞尔维亚，从而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该公约禁止酷刑和不人道行为。根据判决，匈牙利将向原告赔偿2.8万欧元。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基周三称，美国必须放弃其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才能重启陷入停滞的无核化谈判。崔善基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晤后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维持当前对朝鲜的立场，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特朗普再次举行峰会将是不可能的。谈到朝俄会谈结果时，他表示，双方就进一步提升朝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交换意见，并就多项问题达成协议。